这就是出名的德下商业家，今仔路气氛甲涉过真正拢无共款。咱来行较紧啊！咁讲，你是哎，你是要去倒位？人找无咯。头前的请留步。安怎？我是看你的清楚，甲我完全共款。请问你是为倒一个时代来的啊？头家，你敢知影兵法36计？兵法36计。兵法36计就是后世人甲阮迄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兵法所提出来总结。恁迄个时代，这是要发予传令兵的汉语。若是无去嫌，请试看卖。那有可能凊彩就啉落去，莫讲生笑啦。好我。喂，你即马是咧创啥啦？给你配出来！派对卡空灵。